出埃及記第36章。比撒列甲阿荷里亞伯以及所有得到上主賞賜因智慧聰明，互因知安怎去做聖所逐款工程的師傅，攏照上主命令因的去做。人民奉獻禮物。摩西召集比撒列、阿荷里亞伯甲所有受感動、得到上主賞賜因智慧、歡喜來做工的師傅。因對摩西摕以色列人為着去做聖所所獻的禮物，人民逐早起繼續將甘心奉獻的禮物帶來予摩西，所以遐個熬去做聖所的師傅，攏暫停因原來的工課，來對摩西講：人民奉獻的禮物非常多，超過上主命令要去做的工程所得用的。對安尼，摩西下令，因就佇全營宣布，講：無論男女，攏毋通閣為着聖所的工程奉獻禮物。安尼，人民才無閣奉獻。因奉獻的材料已經有夠多，所有的工程閣有剩。去做會幕。因中間所有熬的師傅用18個布做會幕，這個布是用所加的幼麻、橄欖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的紗織的，頂面閣用真油的手路繡基路壁，每把布長12公尺，寬2公尺，18個寸尺攏相款。因將5把布接做一組，另外5把嘛安尼。閣佇逐組3接的布落尾迄8個邊仔做藍色的紐環。因佇這組布做50個紐環，佇第2組布落尾迄8個邊仔嘛做50個紐環。兩組的紐環攏兩個相對。因閣做50個金鈎仔，用鈎仔將兩組布連做伙，成做一個會幕。因用山羊毛織11巴丈做崁會幕的布棚，每巴丈長13公尺，寬2公尺，18個寸尺攏相款。因將5巴丈連做一組，另外6巴嘛連做一組。佇逐組相接的丈落尾迄8個邊仔做50個紐環。因閣做50個重的鈎仔，互布棚連做一個。因用染做紅色的羊角的皮崁布棚，閣用上好的皮崁佇上頂面。因用金合歡木做會幕的壁枋，壁枋長4公尺，寬66公分。逐塊枋有2個榫通3接。會幕所有的枋攏照安尼做。南邊的壁枋做20塊。這20塊枋的下面做40個銀的做，逐塊枋的下面有2個孔通倒因的榫。會幕的第2面就是北邊，嘛做20塊壁枋，甲40個銀的做，逐塊枋的下面有2個孔。會幕的後面就是西邊，做6塊枋。會幕後面的角頭做2塊枋，下面鐵開。頂面3連直到頂面第1個環，兩邊攏是安尼，要做角頭的路用。有8塊枋甲16個銀的做，逐塊枋的下面有2個榫孔。因用金合歡木做環拱，南邊甲北邊各5支。會幕的後面就是西邊嘛5支。壁枋對中迄支環拱，對這頭探到迄頭。壁枋用金包著，閣做金環通套環拱。環拱嘛用金包。因閣用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的紗，甲所加的幼麻織帳籬。一個帳籬用真油的手路繡基路壁。因用金合歡木做4支條，用金包著。閣有金鈎仔，條鬥佇4個有榫孔的銀的做頂面。因閣用藍色、紫色、朱紅色的紗，甲所加的幼麻。
用赤锈的手路做会幕的门篱，因做5支条，条有钩仔吊门篱，条斗甲环管用金包地。迄5个有榫孔的座是铜的，